我支持咱公共电视台内底应该爱增加母语的使用。当然，咱若是讲伫12年国中的阶段，若有法度甲即个母语的教育继续延续吼，我相信对母语的提倡，也是讲即个囡仔使用母语的习惯吼，应该有加强的作用。当然，我会感觉即个所谓母语日学校内底，尤其是小学母语日也是咧中学、高中的时阵，有即母语的一个时段全校包括老师拢真自然地伫生活上来使用母语的时阵，我相信对咱规个台湾母语的维护保护以及即提倡，应该有真大的帮忙。我支持安尼一个做法。多谢大家拍拼。